大家好，我是客门来，我是米希，我是江峰。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是这个性别。讲到性别，大家人肯定就讲啊奇怪，咱之前毋是已经讲过女性主义这个主题啊吗？为什么咱该讲一道咧？你若有这个想法，就表示讲你还未看咱顶头翕的迄支影片。你去影片内底，我应该来讲啊。哦，因为即道咱做一个文化部的计划，而即个计划内底，阮所要做的代志，就是爱甲平常时你学习即个世界内底讲的这个名词，甲变成用台语嘛当讲出来。所以，不管是你顶头迄支影片，还是你即道即支影片内底，拢会当看到咱两个人非常努力，想要来讲台语。啊，毋过讲了安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咯。所以，譬如讲，阮若有讲到较无顺，还是讲开开口毋对，还是无做正讲的这部分，可能爱请大家多多指教。所以咱即摆的形式是安尼，咱会甲大家解说真侪甲性别有关系的名词，佫会引一寡例帮助大家了解。好，安尼若无问题，咱今日的主题就要开始咯。其实米希讲的就是我本人啦，因为自细汉伫阮兜，阮拢无咧讲台语。我爸母的台语会通，但毋过因拢无咧甲阮讲，所以就造成我即马台语实在是完全讲了袂练得。所以你即摆是要甲即件代志拢交恁爸母了对？我感觉是啊。啊，毋过其实这是一件最重要的问题哦，因为其实这一人，伊可能会晓听，啊，毋过袂晓讲。愈严重的就是伊含听拢袂晓。啊，毋过去问因的爸母，也是阿公阿嬷，其实是会晓讲台语的哦。这我是感觉讲，这即摆是一件，真正看到的现象啊。好，今日咱第一个要来解说的词语，就是女性主义。讲到女性主义，大家肯定想讲啊，佫是女性主义，这个名词常常听到，拢毋知到底要安怎解说。咱即摆咱来想看卖，其实讲到女性主义的时阵，咱可能有3种无共款的解说方式。第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对美国的语文来理解。譬如讲，你可能有听到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3波的女性主义。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式，拢是对语文来的。第二种方式，可能是对无共款的流派，还是无共款的理论来理解。你可能有听过关系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还是讲激进女性主义。你可能有听过这无共款的名词，这是第二种理解的方式。第3种理解的方式，可能是甲伊当做一种信念，还是甲当做一种政治的确来理解。这是我刚刚3种会当互大家参考的理解的方式。既然咱拢讲到女性主义的理论，即马咱就来和大家解释看卖，到底有对一种女性主义是咱常常会用到的。大家可能有听过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毋过，今日我较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旧三大女性主义。这所谓的旧三大，到底是对三大呢？伊分别是自由女性主义、关系女性主义，佮有激进女性主义。什么是自由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伊是含自由主义做伙发展出来的。自由女性主义，因为重点就是自由。毋过对因来讲，什么物件是自由呢？自由其实就是爱甲查某人和查某人看做共款。所以对因来讲，上重要的运动就是转票咯。大家应该知影，其实以前查某人袂当转票吧？所以对自由女性主义来讲，你伫做工课的时阵，你伫去转票的时阵，你伫做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只要查某人会当和查某人共款，这种代志就叫做平等。第二个，关系女性主义。关系女性主义因为重点就是关系。毋过这个关系是啥呢？敢讲是男女相爱的这个关系。是你爱我，我爱你的关系吗？不是，这个关系对关系女性主义来讲，其实是一种人对待别人的方式。对关系女性主义来讲，因发现查某人咧对待别人的时阵，和查某人无同。因感觉讲查某人咧对待别人有一种较温柔、较无共款的文化。所以讲，关系女性主义其实有时阵因嘛叫做文化女性主义 （cultural feminism）。这是伊另外一个名的由来。第3种。激进的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讲啊，哎呀，这自由女性主义，佮有这关系女性主义，你看待性别和性别的方式，其实拢唔对啊。激进女性主义感觉讲，
自由女性主义，伊甲查某人当作和查某人共款；关系女性主义，伊甲查某人当作和查某人无共。啊，毋过即个共款和无共的标准，其实拢是由查甫人作为咱评判到底敢有共款的迄个标准。所以讲，即个女性主义感觉重点根本就毋是查某人和查某人共款，还是无共，重点是查某人毋管和查某人共款和无共的时阵，伊总是互看做较无好的迄、个，就是咱华文咧讲较次等的迄个性别，这是基层女性主义上重要的一个理论。毋过，这无共款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因所要对抗的对象可能是共款的。唔知影，恁敢有听过父权这个概念？父权这个现象到底是啥呢？父权就是一种社会系统，啊，伫这系统内面吼，就是查甫人在控制这个制度，去这，互查甫人啊会当摕到搁较侪好处。所以这社会会用查甫人的角度来思考。查甫人的角度，伊讲了真正是可能查甫人爱讲着。为这个认同甲思考的中心啊，啊，伫这社会内面吼，有一寡较特别的性别甲性倾向，比如讲即个同性恋啊，啊，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介意甲家己有共款性别的人。所以你嘛有可能有听过同性爱、同性恋，拢是共款的意思。啊，佮有即个行性别，这是一个较可能大家会讲的是即个跨性别啦，要毋过咱用的是即个行性别。啊，所谓行性别的意思就是讲，伫即个男甲女的性别当中，你想要为一边跨过另外一边。所以讲，以上遮的较特别的性别甲性倾向哦，国家甲法律。敢应该爱来帮助因来培力，还是讲赋权？所以培力甲赋权就是讲 empowerment， 伫咧这个英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吼，遮个性别甲性倾向的人，因伫咧社会当中得到的资源甲因的这安怎讲咧？这位阶。因位阶要怎么讲？好难哦。好。因的位阶。位阶哦。阶是阶吗？听起来很怪。嗯。好，因为那是这个。就说朱元的好。朱元。因为资源较无够，所以讲透过这女性主义吼，咱会当来甲大家、甲大家。到底是咧讲啥？大家人讲有看会着，我就甲恁讲哈。我讲了无顺就算。真合理啊！我都无咧讲台语啊。你紧继续，你啊练习啊。OK。所以讲，这个培力甲赋权就是讲国家甲法律来帮助遮个性别甲性倾向的人。了后，因会当得到较侪资源、甲能力去甲其他人平等的竞争。哎呦，意思就是讲吼，互你鱼食，不如行去叫你免，行去教你免才钓鱼啊，这种感觉。刷落来，咱就会使来讲这个形式平等。咱讲的这个形式平等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华语在讲这个。等价等机吗？等价等机，无等价无等机。其实咱讲的意思就是华语的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讲有共款的人，你就爱互伊共款的待遇；无共款的人，得到无共款的待遇。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啦。啊，甲这个形式平等去对抗的，就是这个实质平等。啊，实质平等的意思就是讲吼，伫这社会内面，政府甲法律常常，这可以放诶。因定不是常常哦，是定。有常啦，但是无常啦。因定拢会分互人民共款的资源，所以吼，因就会使伫这得到帮助了后去。
甲其他人公平的竞争。这是一平等，其实是即马非常重要的一种平等的理论。你若对这个平等的理论最有兴趣的人咧，你会当去参考阮进前的一支影片内底有讲到的 Catherine McKinnon。好 ，Catherine McKinnon，伊是一个美国的法学家。这个法学家，伊上重要的理论其中一个，其实就是一平等的理论。听了这复杂困难的理论了，咱来想看卖，你台湾，哎呀，很难吧？被传染好不好？台湾，直接台湾中间，你台湾中间，这一间店，好好听哦！你公关的台湾一间，一间店，真好听呢。你台湾有啥物较好的法律，会当互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咧？我个人是感觉吼，咱会当来想看卖性头路。唔知影港方对性头路有啥物想法？这性头路吼，我感觉咱会使去连结正经讲的这个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伫这激进女性主义内面吼，因认为性交易、性头路是这个查甫人去征制女性的一个手段。这征制是啥？宰制，华语讲的宰制 ，dominance。啊，是为虾米因认为这个是这个征制的手段呢？是因为吼，伫这个社会内面，真侪女性因得到的资源较无够，所以吼，因就需要去做一个性头路去维生啦。所以这毋是一个，因感觉这毋是一个工课权，这是一款，这是一种剥削。伫咧台湾的宪法就是这个台湾上悬的这个法律。伫咧宪法内面吼，就是无保障性头路作为一个工课的权利。所以讲啊，妇女其实有无共款的方向。有的人感觉讲吼，因为咱宪法无保障这件代志，咱需要甲性头路这个头路变成宪法保障的对象。就是讲咧，咱讲到这工课权，也是讲到这头路权的时阵，你若做性头路的人，当然爱算你内底啊。啊无，这毋是一种无平等吗？另外一部分的人，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人啊，伊就感觉讲吼，无，我当然知影讲，你要去做性工课，要去做性头路，一定要互保障。啊，毋过这种保障，毋是甲你看做是和别个劳工共款，你毋是一个一般的做工课的人，因为一般的做工课的人，可能是你去找一个你介意做、你想要做的工课，所以我当然爱保障你这做工课的权利咯。啊，毋过对激进女性主义来讲啊，因为感觉讲。因为咱头先讲到剥削对无？剥削的意思就是讲啊，这是一个无平等的模式。会去做这种工课的人，其实是因为你无法度啊，你无别种的你无别种的选择，你才来做这个头路。好，所以因就感觉讲，重点毋是应该爱去 argue， 爱去 argue， 重点真好吗？重点就是讲，应该毋是爱去讨论吼，去争取讲。做性头路的人应该爱互宪法保障伊的工课权。重点是伫对咧，重点是咱应该爱来思考，为什么咱的社会会互遮个女性拢爱去做这种性头路？啊，不过大家会当想看卖，这种想法虽然在理论上是一种非常有深度嘛做有这种，做有还有个歹讲。像 vision， 非常有创建，创感，有一种新的意见啊，一种无共款的想法的一种理论。啊，毋过咱会当去思考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可能会拄到两种，互人交接批评，交接批评的所在。对两个所在咧，第一，可能有人会讲，你太会知影所有去做性工课、性头路的人，拢是伊无其他的选择才来做这个。有可能有个人伊就是感觉讲，我今日就是我就有够爱做爱，我看到人叫我做欢喜。这就是我的选择啊。对啊，我若看到人叫就，所以讲我就是个人来做性头路啊。听起来亲像是你。实话吗？我可能还好啊，因为我是感觉讲，我若是做头路，我无法度跟我的人客，我都无人够无爱，因为比起上爱啥，比起上爱。
大条，大条是要安怎讲？大懒觉啊，我感觉咱有淡薄即理题啦。要讲理论，要讲学术的名词，讲半工拢讲唔对，讲大懒觉就有够顺口。哎呦，惨啊呐！好，所以大懒，所以这大懒觉就是讲吼，就是爱18公分17个。那唔知影17个为什么是大懒觉的人的朋友吼，爱去看咱的第一支影片。唔是我头咧讲啥？就是讲会拄着迄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太会知影讲有的人敢是甲这个性头路真正是当作家己嘿自愿的选择、自愿的一种想要做的头路，你太知影，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啊，毋过我决定是感觉讲吼，这个问题一出现呢。出现的机会真正是上低啊！你安怎看这个问题？我感觉真少人会有这款的选择。所以吼，这款的论述实在是无帮助咱来解决这款的社会问题。因为毕竟这种问题可能是一种群体的问题，伊是一群人的问题。迄是一个个体类啦。除了这个，可能会拄到第二种无共款的批评。第二种批评呢，就是讲你也无去做过参与调查。这参与调查就是田野调查，嘛有人讲参野调查，我家己是较介意参与调查这个讲法。伊会讲吼，你也无去做过参与调查，你太会知影遮个做性头路的人，伊真正拢无安全。伊有可能食好、穿好、用好、带好，因为伊做性头路啊，无人安尼讲啊。我感觉是无啦。我嘛是感觉无啊。哦，这我家己是感觉讲这种讲法无需要甲信道啦。吼，因为呢，咱来想看卖讲。伫国际上，其实有一个愈来愈有名，也是讲愈来愈重要的法律，叫做人口贩运法。人口贩运法，人口贩运法。伫德国咧，就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讲，宪法也是讲法律开始保障合法的来做性头路。结果人口贩运的人口贩运的资料，也是讲人口贩运的情形愈来愈侪。严重，愈来愈严重，吼，所以我家己是感觉讲，要伫宪法顶悬去主张讲，做性头路是一种人权，做性头路是一种劳动权，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向。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唔知影江峰有啥物看法咧？我是感觉哦，我会使用这个男同志来甲这个激进女性主义对话啦。因为吼，这个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吼，这个性头路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征制嘛。要毋过，若是这个做性头的人是男性，伊个对象嘛是男性。你是讲做性头路的人吗？做性头路的人。他讲做性头。做性头路的人，若是男性，伊个对象，伊个人客嘛是男性。那安尼是要安怎来？用女性主义，用激进女性主义来分析咧。可能有这个问题。我感觉同款的问题，咱会当来思考看卖的。激进女性主义，伊嘛反对色情嘛。吼，啊，毋过这个 pornography 和咱想的平常时想的迄种，你看我看迄种泰国物件，其实可能无共款。激进女性主义，因讲的，因要反对的这 pornography， 其实是男性查甫人对查某人的一种绑架，用性来绑架，用性来甲绑架。啊，毋过这种绑架其实是有伊家己的定义。啊，毋过伊嘛有讲到，就算今日是查甫人对查甫人的用性来绑架，这嘛是因要反对的对象。啊，毋过我感觉吼，伫这个查甫人对查甫人的性产业内底，因的这个较平等的。较平等嘛？安怎讲？对，我嘛唔知呢。安尼你我无做这个研究啊。我想讲你无咧做这个头路。嘛是啊，嘛是啊。我感觉这个讨论呢，咱会当来想看卖的。你以早咱有讲到1号甲0号的问题，1号跟0号，1号甲0号，咱有讲到这个问题啊。毋管是对这性别的气质，
也是讲性别的这权利关系来看，其实1号甲0号有时阵会出现这种，这先是查甫人对查某人的用性来绑架的状况。所以我感觉讲，可能咱会当对1号甲0号无共款的，因处理社会顶悬无共款的位来想这个问题。我拄则是咧想吼，伫这男同志的性工课内底、性头路内底，是倒一个号较济啦？是，我感觉是不分上济，不分上济。我感觉是1号较济，1号较济吗？1号较济，我为我，就我看到的。对你看到的。我看到的是安尼啦。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更需要研究。研究看卖。好啦，无论如何，咱若讲到女性主义的理论，也是讲到性透露的这个问题，其实拢有真侪所在咱需要思考啊。若讲到咱家己的想法咧，我的想法是安尼啊，因为我家己较倾向的这理论其实是基进女性主义理论对无？吼，若讲到这基性主义理论的信念，我是感觉讲国家共款无应该爱互性透露，互宪法保障。无应该是讲即马性透露已经合法啦，所以恁就家己去做。因为若变成安尼，国家就会当家伊的责任放互这个人，放互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悬讲，恁若今日走投无路，你去做性透露，你就是你家己的选择啊，这和我无关系吧？我无需要甲你帮助。我感觉变成安尼，毋是一个真好的方向。所以，若真正讲起来，我会感觉讲，国家即马伊爱做的方向，其实毋是甲性透露合法化，应该爱做的是，咱继续继续含即马共款，性透露无合法。毋过发枪和发票到底要安怎选择，就是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我感觉国家即马爱处理的问题，就变成是枪和票到底要来处罚啥的问题。现况的这个枪票拢法，其实毋是一个真好的做法。那你若问我，我会感觉讲，发票毋发票毋发枪，其实是一个较好的做法。所以会变成讲，警察啊，还是讲社会局去拄到这种做性透露的人，你应该毋是甲处罚，重点你要甲帮助伊有法度换新的头路，换新的工课，互伊的生活可能会当重新行上一个新的轨道。我是安尼感觉啊。所以国家爱保证的，应该毋是这工课权问题是这个生存权的问题。也是讲，伊是要保障你的工课权，无毋对。毋过，伊保障的毋应该是你继续伫这种生活的形态内底过活，应该是保障你一种会当转换去别个所在的这种，就是生存权啊。我是安尼感觉。所以咱今仔日的关于这个性别的题目，就到这为止。毋过，咱的影片还未结束哦。等一下，咱有无共款的题目要互大家来回答？咱今日学到的这个词语、这个名词、这个概念，你拢已经会晓要安怎讲啊吗？除了会晓讲以外，你敢有法度含阮解说伊的概念？你敢有法度用这个词语来引无共款的例呢？第一题，女性主义。我上介意的政治哲学就是女性主义。第二题，妇运。台湾和美国的妇运其实无啥共款哦。第三题，同性爱。哎哟，做一个同性爱真正有够忝的。第四题，行性别。真侪行性别，伊的人生嘛足痛苦。第五题，性透露、性工课、性教育，拢会使哦。性透露到底敢是宪法爱保障的对象呢？第六题，台北市枪击管理办法。你敢知影其实有一条叫做台北市枪击管理办法啊？第七题，实质评定。实质评定是 Catherine McKinnon 上重要的理论其中一个。
第八题，发枪唔发票。哎哟，头段录影的时阵，我发枪唔发票讲唔对啊啦。第九题，后实名，后实名理论对台湾人来讲真有效。第十题，基进，基进党和基进女性主义是无共款的哦。